佢上邊嘅認同啲闺女底下係見來件事行嚟，就當到素材含有人工嘅硬創，為鼓勵大家去體驗。唔過係講為佢嘅天生嘅硬邊，唔單止為克服僵固嘅心理，也提啲咪為咗住天嘅要求，所以參加嘅人就限拿少嚟。就係界對高雄民農類嘅客家式室內設計師王慈娟，基本單出動合作赴會發通，5年前就開始接觸攀岩過後，唔單強加兩類所嘅工作嘅壓力，咪潛移嘅去學習攀岩嘅知識，兩下還老當到將去學嘅人提出來克服僵固嘅心理，還對克實一嘅過程當中發現到咧冇強壯嘅人生實質。他的安全所，順等十日為前鋒嘅無出天然嘅社會力來辦來拿，一步一步去工作。以下嘅王慈娟就將地圖應用嘅去到大概是成了按個別等嘅十日，可以來當簡單，其實係挑戰體型力同人嘅體能。其實它算是有危險性的運動，但是它也可以相對，如果你兩個人的合作方式很契合，有默契的話，你默契是。你知道對方他是全神關注在你身上，不管你是在攀爬或是你在確保。跳那麼他都跳那後背跪身賽到無見嘅王慈娟，到其實也已經有5年咧，朋友都知道佢係動態但沒什麼嘢，可能係此時啲民農客家中等等嘅把接觸太刺激，沒可能係上來就唔驚過，上班下連那名人都會驚嘅10日，簡單槍好挑戰，客家享受大擺等過後重新看世界嘅國土。爸爸搞藝人啊，就唔會驚，做事情慢慢做就好誒，因為我爸爸想要兒子啦，但是生的就是女兒啦，所以他教育我們方式不會是像對待小公主這樣。跟一般女生最大的不一樣就是她還蠻髒的，就是她不介意在戶外活動會把身體弄髒這件事情，很多女生都會介意。你可以看得到一些晴天的素材，晚下總體嘅王慈娟係一個室內設計師，是啲天生佢哋嘅商業設計良法，無日無夜應加班，前傳到咧生活品質同設計嘅理念實現身體咧，一下佢現在可以脫離工作室，強調環保建材同簡單嘅設計工藝，為打造舒適嘅生活空間。能夠不要拆除的東西，我們保留下來，再看怎麼樣去美化它。那可能因為跟我在鄉下看到那些，就我阿媽他們家，比如說一個椅子壞了一隻腳，他拿一個鐵條綁着，用鐵絲捆了，他繼續用。那很幸運的，我這些屋主他們都能夠接受。你可以就是稍微這樣子拱一下手，讓自己卡住。對，然後身體往右倒，對，就是這樣。離開嘅固定嘅辦公室，每老行下到嘅時間，落成推廣嘅設備。王慈娟還出嘅挑戰，未有一條所在有名嘅設備，兼擺起佢，唔但將自己嘅工作壓力，同時面對大自然當中得到創作嘅能量，心肝調度，咩東方意義。下個新聞番茄上陳鳳美，新北市報道。